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上一期视频我们介绍了一些海洋动物，用毛利语的说法，我们也介绍了其中一些海洋动物在毛利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那么这期视频我就带大家来探索一下其中最庞大的海洋哺乳动物 Tohora， 也就是鲸鱼，在毛利神话中的角色。这是一个关于勇气、冒险、人与自然共同携手的传说，就是关于毛利的祖先 Paikea 骑乘鲸鱼的故事。这个故事还与新西兰部落 Ngati Porou 祖先的起源有关。想知道 Paikea 是谁？他又为什么会骑着鲸鱼在大海上遨游呢？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开始这期视频吧。传说中，在很久很久以前，太平洋的一片土地上，一位非常伟大的部落首领叫 Waniku。他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部落首领，同时也是一位强大的战士。他的儿子 Paikea 既聪明又勇敢，也深受他父亲 Waniku 的喜爱。但是来自父亲的偏爱却引起了 Paikea 兄弟们的嫉妒，所以有一天 Paikea 的兄弟们齐聚在了一起，秘密地计划了一次出海，想一起除掉 Paikea， 这样 Paikea 就不能继承下一任部落首领的地位，他的兄长们就可以顺利接替。在他们的计划中，所有的兄弟准备一起出海，并在茫茫大海的正中央把 Paikea 推入大海中，让他葬身于大海的波涛汹涌之中。时间来到了出海的那一天， Paikea 的兄弟们一起按照计划将 Paikea 推入了大海。然而 Paikea 并没有被恐惧击倒，而是在他即将被兄弟们害死的那一刻，他呼唤了海洋之神 Tangaro。Paikea 请求 Tangaro 的庇佑，于是一只巨大的鲸鱼 Tohora 出现在了海面上。Paikea 就这样骑上了鲸鱼，紧紧地抓住了鲸鱼的脊背，任由鲸鱼载着它漂流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经过长时间的漂流， Paikea 终于骑着鲸鱼来到了一块陆地，它就是新西兰东岸的一片沙滩。于是 Paikea 就在这里上了岸，选择在这里定居，并成为了毛利部落 Ngati Porou 的祖先。从那以后， Paikea 这个名字不仅仅代表着这段奇幻而勇敢的旅程，更象征着智慧、勇敢以及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所以说，在毛利文化中， Tohora 鲸鱼不仅仅是一种强大的海洋生物，它更象征着勇气，被视为祖先的化身，部落的守护神。有些部落相信，当鲸鱼搁浅在沙滩上，就是祖先灵魂的回归，象征着神圣的指引与祝福。Paikea 的精神至今仍在影响着一代代毛利人，依然影响着毛利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在2002年上映的电影《Whale Rider》中，讲述了一名年轻女孩继承了 Paikea 的精神，成为了新的部落首领的故事。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哦。通过 Paikea 的故事，我们了解到了鲸鱼不仅仅是海洋中的庞然大物，它更是我们自然的一部分，也是海洋的守护者，甚至祖先的化身。那么在中国文化中，有没有和 Tohora 相似的海洋巨兽呢？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山海经》中，就记载着一种神奇的生物，叫鲲鹏。它描述了一条巨大的鱼类，名字叫做鲲，它也可以飞上天空，变成大鹏鸟，一飞千里。那么这个故事又有怎样的联系呢？下期视频我将带大家一起了解中国神话《山海经》的鲲鹏的故事，欢迎大家关注哦。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你对 Paikea 的故事有怎样的感受？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并转发给你的朋友。这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卡基特亚诺。